咱属台湾特有的正水鱼、高柑仔已经剩无到200只咯。今年嘛，放在做珍贵稀有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。中山大海研究团队嘛发现讲，这款鱼仔是源自菲律宾的北部，透过洋流收来咱属。团队嘛表示讲，因即马这种鱼仔生态受到真大威胁，呼吁台湾得爱好好啊保育。地理鱼领甲鱼尾有真侪条纹，喙皮有乌豆红的斑纹，是台湾特有珍贵的保育类蓝树温家湖的特点。也毋过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发现，因原生地其实来自菲律宾。国际的一个探险家 Heiko Blair 在网络上放上这张照片，就觉得它跟台湾的蓝鱼吻虾非常的相似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去跟廖德玉老师讲，对，然后他说，确实是蛮像。将药水加伫检体中，准备做基因定序。研究团队几日摆去当地调查，确定这种无鉴定种文家湖，甲分布伫南树的南树文家湖是同一种物种。经过研究分析判断，南树文家湖是透过洋流扩散到南树。那个黑潮是由南而北流，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从吕宋岛扩散到台湾来。南树文家湖伫菲律宾主要分布伫吕宋岛北部溪流，虽然数量袂少，不过因为会当食加上适可贵，真侪商业彻查，生态无啥乐观。水质能见度都是非常差的，非常的浑浊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当地正在新建一些水利大坝，还有一些发电厂。在兰屿吻虾湖的保育，其实实际上都还值得再持续进行下去，因为它毕竟在台湾分布的数量本来就非常的少。南树文家湖伫南树因为溪流阿摩土质数量也只存无到200尾。研究团队认为，台湾爱继续保育，佮改善生态地环境。若无物种无法度生态，会是台湾生态无法度计量的损失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